过来看到关公司宣布6月开始禁止出旅游团去中国，不过3月到5月之间的行程，有关会当照常出团。因为6月以后的有旅行社认为会变做自由行为主。不过，贸业者烦恼讲，恐惊会出现私底下偷偷出团的问题，恐惊会愈歹管控。关行李准备出国，交通部进前宣布3月初1开始解除禁团令，即马各项改变。 叫旅行业即时开始停止招要去中国的旅行团，不过为了保障消费的权益，针对旅行业者已经有招成团的，出发的日期伫3月初1至5月23的团客，要是会当出团。开放旅行团去中国的头一天，详细旅游计共出14团，310个人。热门的旅游景点包括九寨沟、重庆、张家界、甲山东等等。还蛮幸运的，我们。 刚开始的时候想，这到底能不能够成型？结果他说，3月1号到5月底的还可以。我们说，还好。觉得很荣幸，可以好像这是第一批吧，然后开放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很久没出国，去内地去那边旅游，然后希望这几天就是一帆顺风。详细旅游表示，出发的团体内底超过9成是8天以上时间较长的行程，显示有不少旅客希望趁这个机会去中国深度旅游。 针对6月初1了后，袂当搁出团去中国，有旅行业者认为讲，说来自由行的会变较济，就变成是我们弄自由行，你旅行社不用派领队，我们自己保险。进团令期的话，保险公司所有财务保险内不受理，但是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情况之下，都给自己去处理。旅行业者表示，目前商务旅游、探亲、宗教交流拢会当去中国，独独旅行团袂使。 嘛讲希望消费者会当改参加别的团，旅客若是坚信要去，为了莫违法，旅行社可能会斗3天，甲因斗订房间、订食室，毋过袂派领队。另外，嘛有旅行社私底下讲，嘛有可能会行地下团，若一直大前下来禁止，敢若秩序无合规范、无合法的现象愈来愈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